观众朋友食饱未？老师平安。安，叫阮有足寒未？因嗯为即几工加较寒，下早搁落雪吼。台湾听讲嘛较寒。对，今仔日台湾今仔是较寒着，是前几工吼，我走去一只吼，叫做一工来回，这是阮翁所工课的所在吼。伊平常时住伫遮，啊，即个城呢，是一个伊应该是讲一个温泉小镇，温泉对无？其实伊是温泉做名，但是吼，阮咱想去泡过一摆吧。因为吼，后来发现台湾的温泉较好泡哦，泰国温泉嘛做好泡嘿，所以咱今仔要过来行去北平，而且即个故事吼，进前拢毋知影这是啥物意思对无吼？伫迄城市看到这吼，拢毋知影啥物意思。这是老师去遐算了后，发现伊的故事，来找出来的吼。啊，咱后壁今仔日阁有影片哦。要跟大家分享，所以爱看甲上后壁安尼好。所以老师为什么这个城市遮尔这个讲吼，伊是细城吼，其实应该是普通游客拢袂来吼。咱问吼，这是首都对无？这个首都遮吼，啊来好，找无去啊，安尼。咱的首都来到后壁遮，往北边北平吼，行去遮，即个啊，其实咱顶礼拜以前吼，拢行过较北，应该是讲北会过较东边诶吼，即阵是行来北平对无？这是咱的巴士沙法的首都吼，啊来行来遮吼，北平差不多1.5钟的路程哦。咱来看倒边这下骹就是奥地利啊吼，过去遮就是维也纳吼，啊顶悬这是捷克，咱有看一条线吼，顶悬这是捷克哦，所以咱今仔日要来去两个所在，所以今仔日要讲的特伦钦啊，赛车差不多15分钟就到捷克去啊。对，而且敢有15分遮尔紧诶，我是毋捌为遮。因为15公里嘛，15公里15分一定会到。非常诶近哦，对哦，迄个是15分会当出国诶即种。啊来这边啊吼，一个温泉小镇有无？咱有看到这无？细细诶吼，这是一个温泉诶所在啊吼。好，啊，即个所在有啥物特别诶呢？温泉就是会当对涂骹会当闷出小诶水来。对哦，而且遐吼伫咱今仔日无用着迄个相片吼，你若去遐吼，伊有一个所在吼，一个温泉，就是会当啉诶哦。所以足侪人逐工拢去遐摕家己诶杯啊吼，去遐啉迄个温泉水吼。有观众朋友啉过无？好，咱即个纯省特伦心吼，就是一个咱要讲城堡啦，今仔日讲特伦镇诶城堡，甲伊诶温泉镇两个所在。是，所以伊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即个河边，毋是多瑙河哦。等下讲吼，这是啥物河谷？特伦钦哦，皮卡，伊是伫会当讲恁山顶啦，因诶山拢无介悬。毋过即个温泉村呢是伫山诶内面。人头4000人，无算足济啊。其中大部分拢差不多天主教，70%拢是天主教。因为因遮诶地名因诶文字发音是每一字拢爱发音甲英文诶台湾无共，所以呢字读起来拢足长诶特普利奇卡，有诶足长对无？甲个斯特拉佐夫斯基山路另外即个山诶名足长，伊个河谷诶名足长。伫16世纪诶时温泉就足有名啦。迄阵是属匈牙利诶国诶嘛，
这个所在属匈牙利的啦，所以匈牙利真有名的一个温泉的所在。是，这个真水啊！对，这个是一个教堂吼，安尼看这个温泉的所在吼，其实是我后来较听讲，足侪人医生吼，伊会开单，互你大家做什么温泉疗愈，就是你有医生的单，开当去泡温泉吼，跟咱台湾无共对无？台湾你有钱就当对无？只要有钱，佮无一定泡会着即个温泉吼。真趣味，因为伊温泉讲有医疗的效果啦，因为因的风声是讲，有一个看养囡仔哦，就种饲养囡仔啦，那像伊有受伤摆骹，伫遮伊咧找，伊去恁山顶找伊的羊啊，去找发现一窟水烧烧，就伫遐甲浸，讲无几工以后，讲伊的骹伤就好起啊。所以就安尼，逐个人拢知影讲，哇，即款的温泉会当医病，就一个就风声到规个欧洲，尤其是匈牙利，因种足重要的所在，因着变成有钱的人特别来遮，来得到健康的身体有病来得到医治。遮就是看样囡仔有诶，即个牧羊的囡仔来伫遮，所以伊即个所在就有一个雕像啦，就是去一个看羊囡仔。对，就是咱即个我为着要装摆卡对无？有先摆卡，即个摆卡的即个看羊囡仔，伊来伫遮。浸落就好去啊，浸落就好温泉就好啊。所以遮个温泉做有名，系安尼啊吼。这有佫有一个土耳其浴嘛是做有名，大家若有兴趣诶，当来遮泡吼。所以因逐个城市吼，伫遮斯洛伐克拢有一个图，逐个城市有一个标志啊。是有一个图吼，即个城市就是羊，因你即个好像想到迄个耶稣无去诶迄只羊对无？真趣味，为着要找伊只羊，结果还好去安尼。即个因为遮个山吼是戈尔巴千山脉诶一直沿到遮来啦，所以伫即个城会当讲是戈尔巴千山脉诶一款宝石，就是讲真水诶所在啦。伊即个所在吼，看到就是足清幽，空气好，所以看到色水啊，拢真好势。佫有会当做医疗的温泉，所以叫做戈尔巴千的宝石。其实老师无讲，我拢毋知影。佫有一个公园啊，我去迄个公园佚佗几啊届。对，而且观众朋友，你若要看到这，毋是即文哦，爱差不多5月、4月以后，5月、6月吼，较有青青吼，即文拢是光秃秃咩讲？树啊无树叶。即摆温还未结冰哦。即文无冰，今年无啥寒，但是拢无叶啊就对啊。即文还未有叶啊，无遮尔水吼，无这青色的树啊安尼。但是才有一个啥物？有铁路啦，才有一条铁路。即个铁路平时是无咧走，就是讲寒天足侪人要来泡温泉，迄个火车才会通。是安尼啊，我听讲迄个天气好诶时吼，伊嘛会通，就是有人会来遮耍。天气好，就是有人足侪人要来诶时，才会通。才会通对。才有车啦，若平常时拢无。对，这是所以咱足少去看着吼。伊迄是圣诞节时有甲伊翕过吼，一个足水诶车吼。因为今仔日无伫相片伫遮诶空气足好啊吼。遮讲你看即张就知影哦。遮所有诶人嘛是感觉因为甲草地啦，所以甲市内无共款，因拢对人拢较好。有时
有时我摕一个足大诶卡面啦，啊，大部分诶，若伫都市内底普通诶人拢无爱互翕相，毋过伊遮拢佮调工叫我甲伊翕相，嘿啊，都好耍诶，就是因遮也承认啊。对，即个师母吼，师母即阵嘛伫斯洛伐克哦，师母你好，伊今仔日吼要转去迄个维也纳吼，啊，阮嘛有去即个所在啊吼，这叫做一工快闪安尼，就是会着，就是迄个伊迄个所在人吼，足热情诶，对无？伊会讲到不登，还是讲啊好伊，你好，你若看着可以，是。若看囝仔人就会讲啊，好伊都不一定吼。啊，迄阵阮想讲，一群人，因为遮个囡就是讲人甲翕相诶是，毋是爱人诶人诶什物，就是爱人讲会使可以当翕。吼，迄个阮就讲毋敢翕对无？吼，伫后壁偷偷翕，结果因老师佫一群人吼，叫因诶学生甲阮讲安那讲迄都不一定，甲伊讲吼。叫阮甲伊翕相。是尽量翕，尽量翕。咱想要无版权诶呢，不要紧吼。无迄个儿童保护法，像迄咱即阵足侪人诶囡仔拢是无爱互翕诶吼。来咱咱今要来看城堡啊。上大诶，应该是即个城市吼，所有名。你若入去即个城诶路顶，就会当看着即个城堡。即个城堡会当讲伊诶土地真宽。虽然远远看敢若一间咱像无介大间，毋过伊真悬啊，佮真宽。其实即个城堡足久就有啊。我记咱即届吼，前礼拜伫讲迄个大摩拉维亚公国，就讲即个所在吼，较早叫做大摩拉维亚公国，后来毋是叫做波西米亚嘛？共款即个所在后来的名叫波西米亚，佮后来就变成奥匈帝国。是，对。哈布斯堡王朝嘛，迄阵奥匈帝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就佮分做捷克斯洛伐克，来斯洛伐克佮独立出来。所以变成伊诶名拢一直拢落来，但是咱较早若看讲什么名是对一个所在什么名，咱讲波西米亚里对就是遮啦。波西米亚波西米亚，来遮有一条河叫做瓦赫河，瓦赫诶，遮一条河流即个城堡拄会当看到一条河诶，足远啦，因为伊较悬诶位嘛，所以看起。普通城堡拢是顶较悬诶山轮啊顶悬，安尼才会当看到敌人伫外远诶所在来，足远会当准备啊。对，伊遮诶城堡拢是看水哦，是真正诶迄个叫做小战利用诶啦。对，就是无爱互人入来因诶岛吼，大部分是安尼。所以内底拢有饲足侪兵吼，看若有对敌。伫足远诶所在来，就开始准备啊，准备要小战啊。老师，咱顶个较讲过吼，遮个城堡拢会去用火烧过安尼。拢一定会火烧，因为大部分拢房啊，拢木材做诶啦，所以足好烧啦。佮较早诶人拢点蜡烛，是点，反正因点火，因就无电火啊，古早无电火啊。拢爱点。咱用土炭啦、火炭啦点火，还是蜡烛。点火一定会无小心就烧去啊。是，对吼。咱会当看到即个就是瓦赫河，即条河叫一条河水。咱甲听影片内底有看到一条河水，因为对飞机顶翕落去吼，安尼会看到。这是后礼拜，我后礼拜甲有一个影片是翕一条河。老师迄个师长，因为老师有坐飞行机去顶悬吼，去顶悬说哦，主持人无去哩哦，所以我以前拢想讲这是多瑙河吼，其实伊是瓦赫河，真趣味吼。咱会当看到影片是讲到即个城堡诶吼，所以即个城堡其实
那么做野很陡那个峭，真悬。你要爬去顶悬，我是爱做歹爬。20分吧，10分嘿，钟阁爬袂起哦。因为这做安那做兄，是毋是出做惊？边个真长啦，其实做伊的路真长。是，这就是咱等下要讲到的吼，佫有另外一个教堂哦，伫即个特伦辛吼，嗯，所以即个教堂呢是一个巴洛克，写讲是拜占庭的建筑呢。总是因的厝顶厝顶有那是用红色的，甲捷克普通的咱遮台湾的游览团体，毋是拢去捷克是，一定是去看迄个红厝顶嘛。嗯，其实遮你来看，伊个气氛无输啦，无输捷克的观光区。毋过遮拢无观光，因为所有的旅行团拢袂摆来遮。对哦。你若要一个人翕水水的相，会当来遮就好安尼吼，毋免走去因为倒遮无人客，无讲足侪游客安尼人客对啦。对，你会当绝对无，自由安怎翕就安怎翕。是真水的一个城堡吼，欢迎逐个来。真好耍的是，阮逐摆去即个所在吼，阮拢想讲，即个人为虾物要拍伫遮？是古井出来啦，一定古井弄出来。是一个古镇认出来。井内底弄出来。这是一个故事啦，讲这叫做爱之井是，讲土耳其，因为土耳其奥图曼土耳其捌来占领这个所在嘛，因土耳其的人捌来过，来过有一个诗人，就讲一个诗人叫欧玛，伊的爱人叫做法蒂玛。城堡的主人甲伊关伫迄个城堡内底。欧玛为着爱，有着伊的爱人呢，就答应城堡的主人讲，要伫城堡内底要挖一口井啦，来得到法蒂玛的头棒。安尼，所以就甲300个同伴，用3年的时间挖成功。挖成功就出水，但是迄是足歹学的因为迄是山嘛，所以内底是石头，无好学啦。所以毋过最后伊若带着伊若会当得到伊的心爱的法蒂玛，等于因的土耳其。要离开的时阵法蒂玛就是讲伊的女朋友就甲伊的面纱迄个鞋啦，黄面的鞋钉伫迄个玫瑰花中间。后来人伫即个所在，伫迄个位置，就去一间旅馆，叫做什么？面纱，面纱旅馆。后来叫做法蒂玛。叫做法蒂玛旅馆。对，法蒂玛对。所以其实有可能是一个，为着要互人来遮耍诶，编出来一个故事吼。而且即个旅馆，因为即个故事是有影啦，是毋是？反正大家城市拢有一个故事。是毋是真正是安尼？但是就是会当互即个饭店较啥物较侪人想要来住对无？想要来看卖即个这个情侣的饭店来遮会当可能会当较久的款，长长久久，真好耍。其实咱真正若毋知的人拢毋知影吼，这是为城堡有分内底甲外口。我对外口捌行去你顶悬，我真悬，因为迄悬度有够嘛，所以看着有哪会惊呢？因为伊迄无啥物保护你若许淋落就毋好啊。我有爬去老师趁着无人注意，家己偷偷走去。观众朋友千万毋通做即款代志，除非你有迄个万全准备安尼对无？所以其实你人看这无啥物楼梯吼，安尼爬去其实是足危险。但是你若较差不多较晚来5月、6月、7月迄阵，
可能会较水哦。所以咱即本要来看即个我拢毋知影，才有一个犹太会堂诶。即个犹太会堂对。这是老师去翕到诶哦。所以伊是啥物？柏林建筑师。即间教堂哦，看得真旧啊，无啥物修理，所以内底看得真。你若近甲看哦，会知影讲这是一个足老诶建筑。是，所以是即间是拜占庭哦，毋是拄则迄个教会，是即个拜占庭。因遮你看因诶厝顶哦，也有圆头诶啦，就是讲也有洋葱头啦，也有尖头诶，阁有足侪款诶，伫即个所在拢有。因诶教堂诶教堂顶悬哦，有尖诶，有圆诶，阁有洋葱诶。所以迄阵其实咱无入去内面啦吼，伊是无内面有一个蓝色诶迄个对无？厝顶吼。所以咱若后一摆有机会会当来即个犹太会堂来遮参观一下吼。咱想要逐个所在拢有，但是你若行过拢无注意吼。所以咱就想着圣经有讲着一句话，圣经有写讲，迄个城堡哦，自遐尼早以前就已经有人伫遐起迄个城堡，一代过一代，圣经传历史1章4到50哦，一代过去，搁一代来，总是地犹原伫咧，日出日落，紧紧走倒转伊所出来诶所在。咱看。伫迄个圣经内底，伫遐描写诶一代过去，搁一代，咱今日搁咧看迄个城堡，但是迄个城堡诶人哦，起迄个城堡诶人毋知偌久啊，几啊百当啊，是啊，系啊，但是即个所在搁有伫诶吼，咱会当看着日头出来，日头落去吼，咱想诶。无变诶是人有变，无变诶。因为遮个礼拜堂吼，你看，拢阁是有咧聚会，咱足少看着讲因真正咧聚会，因伫遐领圣餐，都会当入去参观，咱影片就会当甲录一点分享互逐个人看。对，就是迄工真稳定，咱行过是拄好听着人踮遐唱歌，入去甲伊看，就是伊即个教堂700当诶纪念会呢。阁是唱歌拢真好听，逐间教堂咧唱歌诶声音拢足水。是，拄好是旧年700当吼诶纪念，拄好有人踮遐圣餐，伊诶圣餐是咱会当真足看吼。因咱想诶是安那一个定去头前迄个主持诶人着用迄个。迄个吴孝平哦，就甲你踢落你诶喙。对啊，伊个毋是你诶手毋免去摸啦，手拢毋免摸，直接甲你落落你诶喙。那像迄鸟仔咧等因妈妈摕物件互食。对，有可能是因为疫情吼，该安尼，我是毋知影啦吼，我家己药诶，即个方法嘛是袂歹。毋是哦，我看毋是哦，因为我捌去去希腊迄边哦，我发觉因伫野外生产有哪是安尼，迄个主持诶人直接甲伊落入伊诶喙。是，安尼嘛是较卫生吼，一个人诶手，毋免逐个人踮遐摸对无？但是听讲因为人是因诶杯是直接甲伊就是一个杯逐个人踮遐传迄个杯吼。有啦，逐款诶方法拢有啊，咱会当看咧做参考。是好，安尼咱即本就来看即个老师翕诶影片。这是旧年诶10月9月迄阵吼，9月
到的。你一个人爱行去到头前。700人。这个是咱拄则讲的这个井吼，是文翁地去宾馆。因足侪人写活动，伫即个路边，一个小镇吼，即个所在像迄圣诞节还是啥物节是？我会记这是一个批得酒的节吼，因伫遮啉批得酒，卖批得酒啊！你看我手顶有一罐酒，迄是现榨的，现榨的。然后啉，伊还未完全发酵的时候，小摊柜。看着迄罐酒无？宾馆吼，客厅这些。因为囡仔定定出来郊游，有时会带因出来外口行，就是为阮住的所在迄个。住的所在，多会咱靠近。
是边仔公园。真正真欢喜，嘛是多谢老师来遮算了，甲咱讲遮个历史吼，咱想要比阮较熟哦。老师来2-3工尔吼，会当甲咱继续遮。若有观众朋友有熟悉搁较济，你会当留言吼写来甲阮讲吼，是阮讲毋对吼。好，安尼咱。多谢老师，今仔日突然性后礼拜一的下暗同款时间，老师要飞去空中啊吼！台湾8:10，泰国7:10，澳洲1:10，个做伙来讲故事。大家平安，多谢梅花嘛来啊吼！咱后礼拜再会，多谢师。阿好伊，都不一定尔，看阿好伊。